作业在肯定把永贞上，永贞肯定要上来噻，我们3个3缺1了，是不是？他应该要上来。他们3个一起跳。对啊，应该要上来了。应该要上来，永贞没看到人呢，我叫他喊他姐姐上来。这辆跑不是路边的吗？应该有可能是吧。拉布娃来了。5楼啊，我们在上5楼。没去，他现在刚刚上去，我们在5楼刚刚进去。我可以参加吗？好像可以。我可以参加吗？我希望他都没有在那个。他的话，我的话。他在那儿留着。哎，你把这关了。5楼还有个5楼啊。他还有5楼。就是不晓得我没上去过。喊你。哦，等一下。哦，你的话。因为有问题重放了。哦，你说去那个30万乡。没有时间的嘛？咋你们都有时间呢？在那个。好像在网上看过。我不知道在哪。青海的。故意的是吧？不是。我看了。那个早女的吧，倒是有。有吧嘛？都是这种，宣传标语都差不多。
有特色都是他说的。你说嘛，他造人一起，那个超难，他超厉害。中国好声音，哦，中国好声音，他参加过，他跟赵人一起。哦，他没出名，他出名了，别人赵雷出名了，他没出名。天，不是，因为赵雷当时。Sari, sari, sari,
小罗。我觉得现在直播效果可以，没必要。你那个投入太多了，你高清，哦，晓得啊。我觉得你没必要嘛，我觉得没必要嘛。那太专业真的。现在你本来那个人气的可有没必要，没得必要投入那些。但是你跟外面去一样的直播，这个场地那边跟跳舞一样的，还是设计出来的。想过吃。这个玫瑰没做好那个动作。咱们连接那个电脑就不要去。啊，对，可以用电脑去你采集卡也可以，你当然采集卡的也要好一点的，要专业的，去数差不多。你你这儿放开了，什么意思？我这放着。但是你那个推到那个抖音上面，推起来的那边特别不方便。你一般输出是1080p，那你抖音上面最高有720p，这个看起来画面很舒服。但是你不通过采集卡用起来是非常好的。只想泡嘛，本来采集卡也不贵，而专门有那种做直播方面的数码广场那种卖，他说一套嘛，采集卡嘛，还分牌子嘛。是想的是不错的，不错。震了，啊？震了，你感觉到没有？一点点。肯定是震了。
哎，我家去的已经小安逸了。你看，我们那个环球华人，我觉得进车只有306，看这边好漂亮。哎呀，真的，你不晓得。感觉没有刚才地震了？有点点抖一次，绝对在地震刚才。我感觉现在开啊。